2025年投資環境波動大，你有冇覺得自己啲資金好似蒸發咗咁？就喺全球科技股暴跌之際，有人反而低調賺咗200億美金。冇錯，佢就係傳奇股神沃倫巴菲特。今次就等我哋帶你走入2025巴菲特股東大會，一齊揭開佢點樣逆市操盤嘅秘密。1. 先見之明，提前減倉，完美避開美股大跌。早喺2024年，巴菲特就話市面上冇吸引嘅投資機會，跟住佢就大量減持蘋果 Apple、US， 逐步撤離科技股，避免咗2025年嘅重挫。呢種睇法夠冷靜，夠果斷。2. 全球首富大縮水，唯獨股神資產升值。前10大億萬富豪入面，淨係得巴菲特一個喺2024年資產係正增長，其他科技大佬全線失守。佢唔止避開風暴，仲成功賺錢，真係睇得遠，行得穩。3. 關稅風暴前已部署防守力強，面對特朗普再次打出關稅牌。巴菲特直言呢種做法就似經濟戰，但佢喺2024年下半年已經調整好投資組合，擺明係提前準備，唔使臨急抱佛腳。4. 手握現金王炸股價衝破80萬，伯克希爾到2024年底現金儲備高達3300億美元，創歷史新高。喺其他人周圍揾資金時，巴菲特就穩穩陣陣坐喺現金上面等機會嚟。伯克希爾 A 股價更係突破80萬美元，夠晒誇張。5. 投資局靈活轉向穩定回報。巴菲特以前中意金融消費類股，2011年之後先踏足科技領域，到咗2024年尾，佢再度調整策略，科技股減持，金融股反而仲反手位，仲增持咗酒業等現金流穩定板塊。佢嘅風格係穩中求勝，唔跟風，淨係睇數據行動。數據展示，伯克希爾 A 股價創新高，衝上80萬美元，現金儲備2023年1600億美元，2024年3300億美元。科技巨頭財富下滑，得巴菲特資產升值200億美元。行業配置，科技、金融、消費同能源繼續穩住陣腳。投資從來唔係靠運氣，而係靠判斷、紀律同現金流。巴菲特再次用行動話俾我哋聽，穩陣唔代表唔賺錢，睇得準先係王道。如果你都想學識點樣喺大市波動中守得住、賺得到，係時候審視你自己嘅投資策略啦。歡迎揾我哋團隊一齊為你打造個人化投資方案。想要了解更多投資資訊，記得同我哋聯絡。